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在车上在看那个一周刊那个报道，连我读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，津津有味。哇，这个是。这个你们是杨淑妹，她怎么那么厉害？她可以写的好像那个形容词叫灵活灵现，实在是厉害，灵活现。所以是有啊，真的有零五，不是韩国语不是的，那个叫典型的3分真7分假，只是他只会把那个空白的部分都补了这样，我现在就够厉害。有没有见面嘛？不要告诉你，但是我觉得里面写的内容实在是。这个是在写科幻，他也可以改良去写那个叫政治科幻小说。所以其他问题啊，郭台铭他如果民调赢韩国瑜5%的话，就有机会出来选市。你要去问郭台铭啊，你怎么问哦？他有跟你们开这个条件？我跟你讲，我根本这个就是里面，我奇怪，那人瞎呢，跟他讲嘛，应该也是。啊，你要去问杨淑妹啊，他是哪里得到灵感写这个？ 3分之那就是有见面。我跟你讲哦，但是7分假更多啊。那真的是什么？我不想，真的不要跟你讲。对，因为上一次那个时代力量在提名，不分区提名的战略错误嘛，那提名六名嘛，我就要讲6名嘛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在最后的时候，民进党就放出一个最后阶段说，啊，这个投给那个时代力量票都浪费掉，但票已经多了，因为当时民调他们最高冲到10几%，那所以大家一听对啊，就投给时代力量，只有超过没有用，所以后来就转投回民进党。所以知道他最近又有一个问题了，因为那个男女比例的问题嘛。他说中间又退出一个哇，所以他现在时代力量，你看党团解散了没有？快了，请你下台。黄国昌在不干，他们党团就解散了。所以你觉得大将都跑光了？不是啊，他要满3个才可以组党团嘛，而且那一路去掉还。这样刚好3个，那个再一个退出，他们就解散了。市长，一般我们都会设定目标啊，目标是要取代10。没有的，那种取代实力。那反正这个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再讲吧。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概念哦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说允许跨党双重党籍，意思就是说，像一个人也可以参加狮子会，也可以参加婚社嘛，所以我们在一个概念就是说，我们希望说超越蓝绿，不是消灭蓝绿嘛，它是让蓝绿可以和谐的在这个社会共同生存。我听说昨天有一个已经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了，这只在显现说，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文化，就是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所以在里面制造分裂，就是这2个党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要凸显说这种人家是心胸狭小的、目光短浅的。